你買得到，你睇，你都可以翻嚟揾我。入面呢個品全部有質飄花，但凡白嘅，你買得到，你都白可以翻嚟色你都未揾我。夠錢啊 TK03 2388， ！TK03加1 2388，係哇！點搞啊，大佬啊！冇事，落個彩蛋蛋暈佢，蛋到佢騰騰震嗰種蛋。呢叫咩蛋啊？炸彈啊！蛋真係炸彈啊！ TK03 得3條咋，大家當快俾錢啦！嗯，大家當快俾錢啦，只有3條，哇！唔使話啦，佢哋都話緊啦。點買啊？2388羅冰往正冰走，仲要帶飄花，完唔係好冰啫，咁都唔冰，羅冰都講低咗啦，唔係好冰啫嘛。呢個正冰啦，嚟正 OK 冰啦，嚟啦，好，差唔多啦。嚟，再，呢啲係搬翻我唔想再上啦，攰啦，人都死啦，人都死啦，人哋仲想要，我唔想上咧，我又唔係賣好貴，我賣得貴我上多啲咯。係佢賺大錢就上多啲，要唔咁樣啊，姐姐們？係，我攞一盤高貨單必。嗯，調俾你哋 O 唔 OK？調埋最後一盤高貨單必，我哋今日最完啦，好好冇？最後一盤係高貨要高嘅單貨元嘅，單必嘅扣1打1，要高貨單必嘅打1。要高貨要單必嘅打1，嗱冇啦，最後啦，呢個超級彩蛋，嗱蛋就出咗啦，爆炸蛋都出埋啦，嚟埋一個最後嘅極地嘅超級蛋，就完啦。因為咧大家都知啦，如果要高貨，仲要係單必嗰啲咧，係天下無雙啊！大家都知嗱，呢一盤嘢咧，世間罕有又係咪啊？子琪係啦，嗱呢家嚟咯喎，大家要唔要？嗱，要嘅朋友仔打個1字先，打1要唔要先？係啦，要嘅打個1字先，我哋就完埋呢一盤就算數啦，因為1點幾啦已經，得唔得？我哋琴晚呢個時候，我哋已經去食緊嘢啦。完啦，我哋琴晚呢個時候已經食緊嘢啦。要唔要？要唔要？要啊！要啊！哇！原來我以為你哋瞓咗覺，原來你仲喺度。佢哋冇瞓覺，今晚佢哋捨得瞓，嚟啦！唔捨得瞓嘅，瞓得着都係子琪問題。如果佢哋今晚瞓得着，子琪問題。阿 Kitty 仔都無啦啦打個 TK03係咩嚟㗎？哦，嗰條手串咯，條手串咯，嗰條手串2388啊，大佬。佢延遲啊佢。係咯，嗱嚟啦，一件一件嚟。呢個速度好快㗎啦！哇，咁肥啊！滿月綠嘅零後獻瑞，零後獻壽，壽土肥得得有種有色，肥得得，燈陽綠色有種有色，天然免疫 A 貨翡翠，哇！配埋18K 金球，呢啲係有種有色，最實得得，肥得得，得一個獨一無二嚟咯喎，好靚。聽住咯喎，睇下尺寸俾你送埋18K 金頭俾你。嗱呢一個啊呢個尺寸28，闊度19，厚度卡11.3mm，陽綠色有種有色，零後獻瑞，零後獻壽，有求必應哇。你知點解自己平時唔中意打燈啊？打燈爆成咁，綠成咁，你話打燈我要加幾多錢先？係咪先？肥嘟嘟啊，真係肥嘟嘟。係咪好肥？係咪好潤？係咪好難得？但係只有一個，先俾錢先得。O 唔 OK？嗱，只係以最快嘅速度將呢幾件過埋俾你哋。準備好啦。去睇睇實體店18000嘅19800嘅有冇咁靚？其他我就唔講啦。要呢啲㗎，但係都冇。TK283 5888，自己買啦，仲要送一個18K 金頭。TK283 5888，陽綠色。TK283 天然緬甸 A 貨翡翠陽綠色，而且仲要係有種又有色，真係有種又有色。真真正正嘅羅冰陽綠，最主要係咩？卡後11，你做兩個啊，都黑埋隻眼，肥到咁啊！做兩個都直接係黑埋隻眼啊！知唔知道？嚟啦，唔講其他嘢，只有一個。準備5888。嗱
嗱，自己買啦 ，TK283 5888，仲要送18K 金球俾你，得唔得？冇啦，打咗啦。邊個？嗱，但係要俾錢快喎。邊個咁？但係要俾錢快喎，唔俾錢快咧，打咗都冇用喎，因為得一個啫喎。好，再嚟。嚟，所有姐姐、所有朋友嚟個高冰嘅靚嘢俾你哋。高冰。嗱，呢個 Miela， 我嘅老朋友 Miela 呢兩日好支持子琪，所以我想推薦一件靚嘢俾佢。一個天使 B B 啊，天使 BB， 天使啊，天使 BB， 最高冰，最重要係高冰，32高，闊度22，闊度22，厚度卡4.2mm， 厚度4.2mm。我嘅Miela Kiki， 仲有我哋嘅 May Candy， 仲有 Magic Kitty 姐，仲有阿 Ken， 仲有好多嘅朋友睇過嚟啦喎，仲有 Connie， 高冰，天使嚟㗎。係咪好似黐咗線咁啊？呢個總水，你唔好理佢係乜啦，就係睇總水都夠。睇總水都已經夠晒啦。高冰天使 BB 起晒熒光，成個接近，即係唔講咁誇張啊！人哋話呢啲叫玻璃，子琪做當佢高冰。今晚真正嘅大彩蛋，冇顏色嘅翡翠一樣貴，係因為總水高嘅翡翠佢價錢就高。只有一個，呢個係高冰。